大家好啊！而家係亞基電視台狗仔隊為大家直擊啊！咁啊，較早之前呢，就喺台中出現咗悠遊俠啦。咁而今日咧，台中亦都出現咗一位神秘嘅女性啊，叫做粉紅夫人啊！我哋去畫面先。傳說中嘅粉紅夫人啊，喺台中出現啊，一身粉紅打扮。睇下佢嘅前面嘅粉紅水樽，但係對鞋唔係粉紅喎。一整套粉紅很不好看。檢查一下先，哇，粉紅，裡面都是粉紅嗎？粉紅嗎？裡面的牽起來，裡面都是粉紅嗎？你真係牽啊！而家我哋繼續追訪粉紅夫人啊！粉紅夫人呢係一身粉紅嘅打扮啊，但係粉紅夫人呢係有要求嘅，對鞋呢係仍然係 keep 住黑色嘅。呢個粉紅夫人呢係好神秘。但係據報道咧，粉紅夫人咧都同呢個悠遊俠一樣啊。哦，係好中意咧喺公車上邊咧幫助有需要幫助嘅人嘅啊。但係如果要幫助人哋嘅時候咧，自己都要聰明一啲，自己唔好跣到先。小記者而家已經追訪到粉紅夫人咧去搭公車啦。咁就將新聞報導完畢咁啊將支咪交翻俾總台。最後出 slogan， 亞基電視台。搞笑認真，認真搞笑，一不小心喚醒你赤子之心。拜拜。